免。各位平安。咱聚会各时间做到。今日是咱今年社尾一届主日。咱带长老伫礼拜中也要算今年的恩典当主题来合作。当我看到即个物件的时阵，我想一条歌，这条歌就是咱逐个做来看。伊个是英文歌，伊就叫做 You Rise in My Heart， 你扶持我。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咧讲：恁毋免惊，因为我甲恁同在；毋免惊吓，因为我是恁的上帝。我要坚固恁，我要帮助恁，我用我公义的正手来扶持你。是安怎？我用即个今仔要来介绍一条歌。我想在座的每一位会友伫今年当中有欢喜，嘛有悲伤。伫咱定的今年这条歌，
我真大个支持，因为主对我讲，毋免惊，你嘛毋免惊吓，因为我甲你同在，我随时拢会甲你扶持，不管你是拄着喜乐的物件，还是拄着艰难。咱做伙来听这条歌，来祈祷，开始咱今日的敬拜。这是咱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主啊，我要伫万百事的中间感谢你，伫日班会中间唱歌呵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甲诸天，你的诚实到穹苍。上帝啊，愿你的权大搬过这个天，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这是咱请敬拜团来带领咱和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以喜乐的心来起立敬拜我们的神。如果有不方便起立的，可以坐在位置上，没有关系。就在无悔。
深刻我
告白咱的信仰。我信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主玛利亚出世，以本着彼拉多时代受苦，经十架死埋葬落苦，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大位。伊会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会教会，圣道相通，所以下面上帝国啊，永远大名。阿门。请坐。这是咱的体验，体验文40篇。主讲，我是阿里法，佫是乌米加。是头一个，是后尾个，是起头个，是后尾个。洗穿伊的衫的人有福气，要互伊有权到伊活命的手。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为着这个教会，对恁证明这老师。我是大笔的拳头，又佫是伊的后裔。是讲对启明之。信神甲新娘拢讲来，这个人就讲来，喙底的人就来，耳来人通白白叫看命水。干净正事话讲，对，我紧紧讲。阿妹，主耶稣啊，你就来。咱三角后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搁一摆有即遮来敬拜你。有诶一天要煞，新诶一天要来，而过节一天，阮感谢主。虽然有时拄着艰难困苦，但感谢主，伊使互阮有平安喜乐诶心来面对一切诶困境。伫阮欢喜快乐诶时，阮知这一切拢是主所赐互阮诶。新诶一年要来，阮也祈求主，互阮伫你诶大权力诶掌管中，互阮无论伫信仰、健康、家庭甲事业，拢通得到你上大诶帮赞甲祝福。阮也感谢主，互阮度过一个欢乐诶圣诞节。阮相信圣诞诶意义，互阮每一个人诶心中拢有新诶愿望，也互阮伫新诶一天成做一个荣耀主、帮助人诶好诶基督徒。阮诶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来求，阿门。这是咱请摄政团结来为咱献诗。Yeah, so come
释经记载伫《生命记》10章第11节到16节。活动恁所要入去承接的地，就是有山谷，来承受天的雨水的地，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地。随年头到年尾，耶和华你上帝目睭常常看伊。恁着留心听趁我的诫命，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听耶和华恁的上帝，尽心尽性服侍伊。就我要照时落你的地所欠用的雨，就是前的雨、后的雨，互你通收成你的五穀、你的酒、你的油，也互你的田野发草，饲你的精生。你也要得到饱足，恁着家己谨慎，免得恁的心受迷，直到恁歪错去服侍别个上帝来敬拜伊。以上，这是咱请靠主乐来为咱证道。你当做如何？非常平安。你当做如何？平安。到底做何平安呢？毋是凊凊彩彩甲咱食饱未咯？无你好无？真正正我祝福你，真正我希望你完全得到平安。年头到年尾啊，终于是岁首到年终。我们今天是在最后一天，我们要细数主的恩典。那么各省祝福人的恩典，这一年来快过了嘛哈，年底这一年来，我们在教会中看到满满主的恩典，看了这恩典，别人心情，慢慢来算。我们看到今天观念事件日月如梭，蓦然回首，往日已成的永久。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刹那间变成永久。当然你无注意把这念者，想一下，哎。越轨，人生没有回头路，走了你就回不了头。人生都是永久，将迎接我们即将迎接新爱的一年。请注意听这3句话：时光因祝福而流光溢彩，空气因祝福而芬芳袭人，心情因祝福而花开灿烂。最后一句，请跟隔壁的人讲说，神的恩典将会加倍浇灌在你的身上。再一次，神的恩典将会加倍浇灌在你的身上。切记哦，神的恩典加倍浇灌在你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要确信，今年有很多的见证，让我们体会到上帝真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明日的恩典会加倍在我们的身上。社群团体唱的歌，主的恩典够用。做阮在教会发现啊，当我这个4年较痛苦的时阵，主要说甲我讲，我阮在够呀，你用主说，等到你遇到大试炼的时候，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细想这一年来，你有没有埋怨？当然有啊。有没有觉得心里很难过？当然有啊。我不否认，我在这里这几年来，是我受到一个最大的心理上的磨练，身心的磨练。有时候我觉得上帝怎么会这个样子？那其中有个牧师，我跟他在分享，我一个属灵班里，他跟我讲说，蔡长老，你忘记了吗？现在是魔鬼统治的世界，我们要弹牙，我们要赢魔鬼所统治的世界。阿门。我们不要怕，我们要赢魔鬼统治的世界。在教会中，我们建立起爱的大家庭，我们要赢魔鬼所统治的世界。所以我们在回顾过去的一年。本来你们看周报，我们本来说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要写这一段，可是我觉得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就先回顾过去的这一年来，我们就看很多的影片哦。如果影片没有你的话，你不要觉得很那个，因为我是临时从那个我们的Facebook跟我们的那个妇女团契的那个群组里面把它抠出来的影片。我们看到《申命记》11章11节，这是很美丽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过去得那为的地，乃是什么？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也就是说，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流浪了40年，40当都要流浪哦。那一代人有没有进入那个迦南地，牛奶与蜜的地？有没有？没有，少数几个哦。约书亚加了登几个人，连摩西都没有进入那个迦南地。但是摩西再一次的提醒他们，一再的申诫，一再的告诫他们，一再的命令他们，一再告诫他们，一再命令他们。你们要注意，你们要注意，所以我们称为说第2步的律法。其实摩西五经里面创出李民心，摩西五经里面这是最后一卷是经节呀。也就是摩西最后一次很诚恳的叮咛他们，你们要进入那个地呢，是有山有谷啊。什么叫做有山？很漂亮嘛哈，我们看到山，好，我们都喜欢人去爬山，好美。4年前我做一个专栏调查报告，说我们应该开放山林，结果呢，苏贞昌就用这个做主题，说你看我们就向山林致敬。台湾有很美丽的山呢。台湾有美丽的海峡水，台湾的山水是非常的美丽，但是台湾的人类破坏是很美丽的一点都不美丽，人类破坏很多。但是相对的，它是有山有水，但是不要忘记哦，在山之中可以发现很多什么？豺狼虎豹啊，山并不遐安全呢，有可能有足侪野兽，有很多的野兽，有很多你遭遇不到的事情。我到现在你在那里，你遇到的事情你会迷路。然后去摩西那看景其实就是我们走的方向，经常是照我们的记忆走的方向。就像我这种，我们叫做路痴，你们大概听得懂吧？那路我咧行过了我如果在走的方向，你叫我说东西南北，我就已经分不清楚了。但是不要笑我，我太太比我更路痴，所以我们2个只要一开车出去的话，要找一个地方一定要绕很久。最后用 Google， 如果 Google 又坏掉，还是 Google 又慢的话，我们一定要绕很久才会找得到地方。所以我如果跟你约时间的话，我绝对一定非常提早就出发。但是晚到不要怪我因为我们2个是路痴。谷美不美？山谷美不美？如果你到瑞士的话，你会发觉到哇，好美的地方！你看瑞士整个湖，然后有一个教堂，整个森林、树木好美的地方。山谷很美啊，但是台湾有一阵子，尤其南投，发生最多什么土石流，所以才发现到说那个南投的县长，说这个也蛮厉害总共摊出了163件，土石流前就花了，以为做好了，表面做好了，下一来到土石流，就才发现到奇怪，怎么那个工程那么容易坏掉，那么脆弱，就再去查，总共摊出了163件。如果加起来会判应该超过100年但是我们是有龙舟协助就是电子引擎。相对的，我们去年1年也一样，上帝带我们到有山有谷的地方，我们有欢笑，可是我们也有哭泣。我们有很多我们现在的兄姐们遇到患难，尤其生理上，我们有时候会紧张会怕。和去年1年来，我们历经上帝的恩典，不是去年就今年这么1年来，我们历经上帝很多满满的恩典，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你看，最近而已，台中这全一大伙移工就是那个外劳移工有9死8伤这大伙，我们一再呼吁政府说，一定要将所有的那些化学药品放在哪边，一定要细查，一定要在外面整个的仓库的外面做个很大的告诉牌。有没有做？有的有做，其实大部分都有做，可是有的还是没做因为有些化学药品不能买卖，不能进口，他们私下进口不敢讲，大火一来那些化学药品会浓烟密布，浓烟那个就是空间迷象如果各位有空去台中那边有一个消防的训练基地，那我们去体验那个空间迷象。什么叫空间迷象？就是放了很多烟。都没有灯放了很多烟以后，你进入里面然后1分钟就好穿在整个那个消防衣好重，穿在那边1分钟以后，那就叫我们在那乱走，以后说叫我们立站好，告诉我们你左手边是东西南北的哪一边，几乎没有人答出来，全部都不知道，只问你说出口在哪里，大家他们用手电照一下比，错了，比错，空间迷象，只要烟一到，你就会迷象。然后我们有看到
最近那个千鸟行动啊，我们最近的立法院啊，现在我们立法院是最热门的单位，可是我们监察院偏偏在立法院旁边，那立法院最讨厌监察院，一天到晚讲要回监察院，想当初7年前我进去监察院，就监察院监委好伟大，现在不是监察院，一天到晚在被，所以我都希望说，他们把我们全部都砍掉好了，让我每天只去泡茶跟喝咖啡。德国你记得帮我准备一些好，来这因为在动作才对啊，多多帮我准备一些好的咖啡。各位所看到，每次集结都在我指这个地方是什么？是监察院。监察院其实是很漂亮，你在网上去看我们用灯光很漂亮。如果纯欣赏的话，你应该去监察院。但就是这些空间的迷象。我们俄乌战争一打，苏联说要3天攻下来，一打多久？第3年呢。各位想想看，我们可能在这么远的地方没有感觉，你现在看那边的人民多痛苦。连睡觉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觉中间突然棒一颗炸弹下来，有时候家人世上你不知道你的家人是活的还是死的，有到哪边去。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以哈战争，啊这个队那个队，反正不管是谁的队，最受难的这些小孩子，这些儿童何其无辜啊！老百姓何其无辜。我们看到叙利亚整个又发生政变，上个礼拜给你看那个叙利亚的难民潮，非常的可怕。所以《申命记》11章12节是非常美的一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从岁首到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指我们，指哪里？指台湾。我确信指的是台湾。上帝会从岁首到临终对你祷告你会，他一定看顾我们台湾。给我这个信心啊！我们相信上帝会怜悯台湾，我们要更多的人传一大片的福音，让上帝更怜悯台湾。还有一件事情，其实让我觉得不应该笑还是该哭。总统送花来了，因为我又老了1岁。这老了1岁哦，想一想哦，今天跟你们在一起每一天我都很珍惜。跟你们在一天就少一天，我们这种人才可以讲这种话，年轻人就不能这样讲。跟你们在一起，有一天就少一天，说我们来细数神的恩典，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工作的，做的是什么？他们按时降秋雨春雨，那讲那秋风，那个秋风春风春雾秋风，春风秋雨愁煞人。可是他降叫什么？秋雨春雨，要让整个大地的复苏，古代是游牧民族嘛。那个时代，你想想看，如果有降雨的话，是多美的一件事情，让你怎么样可以吃得饱，包括我们的牲畜，跟你所吃的养分，嘛才饱啊，这是多美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教会，首先我们购堂，当时我们在购堂的时候，他们来告诉我们教会购堂7500，他们说我为什么不怕？但是上帝的奉献的钱又不是我奉献的，我也没有奉献什么，上帝自己把它建造我们的教会。就像我在七组教会里面，他们说那7、8千万从哪里来？有空真的你一定要去七组教会看一下，真的会让七组最美的一间教会。谁募款的？没有。谁奉献的？不知道。我们购堂7500已经都购堂完了，我没奉献什么钱啊，钱哪里来？上帝赐给我。我们要准备要整修，还有1000万，我们准备要做一个大整修。我们今天做什么？读经。其实我最感动的，我们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读经。我们以上帝的话为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以上帝的话做我们心上话语。我们这个礼拜还有侍奉。我们今天在线是社签呢，以前我们还没有社签呢，现在我们的义工都社签了。你看我们建文兄呢，你看还来帮我们操作。你看那天他演的，等一下你们去看到他演的，全部都。这不能讲牺牲摄像，就是全力投入这么美的演出。我们很美丽的是，我们是一个代祷网，从那个黄义兄开始，我们迫切为他祷告。有没有效？你们会见识到，今年里面我们教会所有生病的人，我们迫切祷告，上帝垂听呢。我在这里很肯定，在讲台上很肯定告诉各位一件事情：一人祷告的力量是大的，只要你认真，只要你用心，只要你所有从心里面的祷告合于上帝旨意的，上帝必定成就。
阿妹。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你祷告如果没有信心，说啊我光祈祷看卖呢，那个上帝不会听的。没有，真的很信心很诚恳讲，我都会长期祷告，上帝一定医治他。所以每次来我一定问你一件事情，他就假如曹弟兄现在怎么样？哎，比较好，比较稳定。我心里很高兴，慢慢来，上帝一定祝福他们。我们在最重要的今年研究了两个条攻击部位，我今天最高兴是受洗耶。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受洗都是多很高兴的事情哎，被讲了一大堆的事情，这个受洗是传福音所结的最美好的果实哎。看到我们受洗那个心的，本来还有一些事觉得很烦很杂，那个报纸一翻开报纸里面又在骂蔡崇义的，虽然骂的都不实在，可是很多记者路上我是不接受任何访问的，不知道我说蔡文你怎么不反驳一下？我说有什么好反驳？罗马书49章20章19节告诉我们什么？生灵在神呢，神必报应，不要自己生灵，但凭主怒。我们相信上帝会替我们保守，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有苦难，上帝替我们承担呢。今年你什么事情都很如意吗？绝对没有。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如意。不要讲别的，我们新增2天之后又被赶回去瑞典。哎，台湾这2天美食一定要好好吃，我告诉你，你去瑞典没什么东西好吃，瑞典东西真的不好吃。我去过，你不要骗我。台湾是这么美的地方啊，最起码你在我们市里夜市走一走嘛。好吃的东西一大堆耶，那么我们受洗是我们觉得最高兴的，所以你看我购堂，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购堂完之后，我们现在要准备把跟教会做整修，本来打算到4楼，现在因为4楼是违建，觉得我们基督徒自己违建不好嘛，所以我们到1楼来。那我们重要的是读经，这是我觉得最美的一件事情。什么叫最美的一件事情？我们读经，我们分组，我们甚至有请我们的兄弟们先来讲解整个我们要查经的内容，之后我们分组读经，不要小看呢，一节一节一节，慢慢的，我们在读经之中，上帝话语深入我们的心呢。你的心真的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都可以引用圣经，这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有一件很美的事情，你们看到这本没有？你们本来看到的是这一本，这一本是和本。我们所抄圣经，对不对？其实更好玩的是，我们还有这一本，连续4本啊，连续4册，这本是台语汉字台语圣经呢。你知道其中有一个人完全不懂台语的人抄的是谁？我们的离宗姐妹嘛，她完全听不懂台语，完全不懂台语，结果她也抄了圣经。我给她抄是哪一节？好几节的。啊？好几节。那个。好几节。这样你看，然后听说哦，他先去看台语汉字，看完以后啊，他去念一下，他还抄了。我不是特别讲他，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懂台语的人还可以把台语圣经抄完之后，他想说，他现在已经连蔡长老讲台语，他都听得懂一点。哎呀，感谢主啊，这么美的一件事情，不要小看这个，我们都叫旧的纪念。最宝贝的事情哎，宗教改革给我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圣经哎，而不是神父才可以看圣经，然后他要解释什么随便他解释。我们可以看圣经，我们自己跟上帝沟通。也就是说啊，圣经我都背得很熟，甚至背熟没有用。最重要的是，更有用的是什么？背完熟以后，你要进入你的心，知道圣经上帝在跟你讲什么。然后我们有看到，我们还有很美丽的，我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我真的觉得这是湖北满意耶。现在我拿一张，这是我们的许爸爸写的，后面还有啊，那个上礼拜那个圣诞节单很多，我们先收起来，没有时间。还有，哎，许爸你写几张？8张啊？几张？8张，我拿一张，还有7张嘿，你们自己拿完就没有啊，下次就没有了。湖北满意耶，这个湖北满意不是今年。不是明年而已，是一辈子的福杯满溢。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一辈子的福杯满溢。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今天，我刚看到我们的
思蕊是我们的那个卓忠诚嘛哈，卓忠诚弟兄的那个夫人一起来，那个先生还在美国嘛，你这住在淡水，我第一句要问他说淡水冷不冷？我昨天怎么那么冷啊？我每次看到许贝如，我心里就很不服气，那每次都穿短袖，每次都穿短袖在气我，那真的奇怪了你。所以相对这上帝照顾我们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教会，我们来中心教会，我其实做的工作最少。真的，我们在查经是非常美的事情，我们在抄圣经，我们在你充满我在填写圣经，那都是非常美的事情。我们的侍奉，今天的侍奉，我们更是觉得侍奉是非常美的事情。你看我们的圣歌队，YouTube 我就再去看哈，YouTube 点阅比较多，可是我们好像不太喜欢用 YouTube。我们上个礼拜的圣诞节哈，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昨天去看一下 FB 哈，我们将近400个人哦，奇怪，他到底是谁点的？怎么那么多人？可能是有一些社区班的点的。我们的 FB 现在400个在点阅，这不要光点阅，也要来做礼拜啊。相对的，你看我们的放中团美不美？美。你们是不服气吗？放中团美不美？美。我太太在里面呢。放中团不美，你看我们的键盘上面的。你们觉得我们敬拜赞美团每一次的敬拜越来越敬拜，他们每一次敬拜都让我们越来越感动。他们都是要受训。我现在花了很多钱叫你受训，你要不要去受训？我没空啊，我好忙啊，他们就这样一直接受训练。你看他们现在连节奏各种节拍唱出来，他们用了最美的要献给上帝。所以我们为敬拜团，我拍个手。每一次我们在这里的侍奉、敬拜团的侍奉，都让我们开始要礼拜之前，整个心都静下来，用崇拜的心，心灵诚实跟上帝敬拜。我们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教会。然后还有我们看到这个是最美的，我的大哥都在，看到我的大哥没有？我大哥拿一瓶，那个是可口可乐嘛哈，为什么是空瓶？我是奶粉。然后你看。那个我们那个我们的贵族的小孙女也是这么可爱。你看我们整个的，这是我们教会最希望，所以最辛苦是我们主学的二学是最美的一件事情。你说可能他等他出众以后、高中以后就没有来教会，没关系，福音的种子种在他们身上。我们去年有举办一些运动会啊，我没有把所有的相片都抛出来了哈，也就是想到哪几张就。抛哪几张？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人，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在办活动。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去春日旅馆。其实我觉得最遗憾，热处旅馆，我觉得最遗憾是什么？那个是客家梅干扣肉的那个挂包，我没有照到，奇怪，我一直找周边就是没有找到，改天我另外去照好了。但相对的，我们所看到的是最感动是我们的社区关怀站，我们的社区班。如果没有社区班的话，我们教会一个礼拜开放几天？1天半。礼拜天、礼拜六晚上2个加起来差不多几乎1天。这是教会吗？它叫做教堂，这是个建筑物。我们让每一个人、社区的人都能够走到教会来接受主耶稣的爱，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目的。我们对社区关怀站的每一个人来，我们都用爱他们，不是说哎呀你要信主，你要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你是信主耶稣，我才要爱你，没有。上帝爱好人，爱所有天下所有的人，不管信还是不信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上帝都爱他们，希望他们都得救。所以我们社区关怀站是很美的事情哎。你看我们社区关怀站还可以唱歌哎，还有人教歌哎。现在我就不行，我的喉咙就已经不行了，那其他的声音都没有变得奇怪，所以应该轮到他讲1个月，让我自己来喂饱了。我在这里就说，哎，3个大家唱得好高兴哎！我们在社区关怀站里面，我们看到每个人啊，他们还可以唱日文呢。日文我只懂一个Honda、Suzuki、Yamaha，所以相对的，我每次看到这唱歌，我都觉得很美啊！我没有赞美，
北超去跳舞，更重要的，我们还有在那边，我们在爱餐的时候，我听到世锦经常说，哎呦，搞不好这个叫贵耶，橘子很贵，我们要不要买橘子？那我们买莲雾来切好了，他要去买莲雾来切。我看我不晓得你跑了几趟的果菜市场，你自己想这就讲嘛。他一天到晚跑果菜市场，现在我买这个好不好？他认为上帝的钱要用在最有用的地方，非常用心。他跑了好几趟果菜市场，然后之后最后买糖干嘛好？就是买糖，还去比较价钱呢，因为果菜市场比较便宜一点，他去打去比较价钱。如果他自己买，他大概不会比较价钱的，就买几个就立刻买。他为了教会别人，就是我们每个人就用心啊。就我觉得最感动的，还是这一次我们的圣诞节，真的是圣诞节最美丽的一个圣诞节。那个圣诞节不单那个欧巴欧妈，我真的谢谢你们啊，佩如姐我要谢谢你们，真的是我们看到整个圣诞节活动都很美丽，尤其我们看到圣诞节的那个平安夜，就是那圣诞节21号，就是我们上面礼拜圣诞礼拜的前一天的晚上，他们演的圣诞节，很美。当然，我不否认世纪的那个99一直没有留下来，我以为他今天会带来给我，今天我们要写那个99有没有？一个99很漂亮。你有看你无啦？有啦。我老了。改天我讲到再结局要给你们看。我们看到整个在演剧哦，我们都觉得说这是被职业所耽误的演戏。不管建文兄的弟兄们跟赵龙兄他们的，还有那个饶弟兄他们全家的啊，我们不管那个国安局的高层官员泽博演那个父亲呢，我们不管是欧巴所演的，我们不管每一个人在里面所演出的，都是用他们的心在演，这是很美的。那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是真正的侍奉。那我们也有圣诞市集，当然演圣诞老公公有3个，其中第一个比较差一点，其他2都演得很好。照相都照相很美丽，第一个比较差，你都不要看他，你也不要问他是谁。那相对的整个的市集都是很美的，然后我们的带导，你看我们每天晚上9点带导，你可能讲说蔡长老我忘记带导，你就不祷告，你9点没空你就早一点祷告，你每天都要祷告，最起码每天都为我们这些那个在身边的弟兄们、兄弟姐妹们来祷告，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代祷的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除了代祷以外，我们去关爱，关爱是代祷的一部分。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叫做小鸟依人，会知道它什么意思吗？小鸟依人，有没有？哎，很美的，我们去看信隆兄，我没有啊，我现在真的是礼拜到礼拜我都不晓得怎么找出时间。你看李宗姐，好多人去。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只要你受洗教这个教，就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我们最关心的。那我们还有看到我们的那个我们李迪伦领他去手术，还这2个人是谁呀、这2个人去吵人家的是谁？还有2个人去找他，他就一定要2个男孩子去吵他啦。其实哦。我上个礼拜，因为我一直礼拜天才有空，我一直想说礼拜完之后我要去看那个李主任讲伊从中国带来，因为伊安遐去甲伊看，我讲伊的手安尼听，真的很痛啊！你把骨头切开看会不会痛？真的是很痛。吉安长老以前在嘉义，我念的那个学校里面，就跑步的时候就发生，他脚也去手术，痛不痛？很痛啊！那我在听的时候。有某个人就去看他了。我先给你看一下，我们教会有2个气质美女，你不要看，看得下吗？哎，漂亮不漂亮？隔壁第2最高的同类物啦，我天讲哦，还有2个人多漂亮，叫气质美女。你看2个人用起来要古典的气质美女。我们教会受洗是今天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任何的侍奉，这一切敬拜，是我们跟神更加亲近，我们跟天地神结合。受洗是让我们得到神的印记，获得神的祝福的开始。这就是田老师，受洗以后我们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庆祝现在有的庆祝生日，今天说要庆祝生日嘛，有的是庆祝受洗的那一天是他的生日。生命的重新开始，我们要从此会得到永远的生命。
就像3章16节所讲的，神赐下独生子，让我们不至沉沦，反得永生。那这个永远哇，别得沉沦，别得到沉沦，会当得到永远，这是多美的事情。所以洗礼，今天我没有时间讲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洗礼是一种宣告。我给主要说给各位讲一下，你想想看，你认谁做父还是认上帝做父，完全不同呢。其实上帝是你的阿爸父神。我遇到那个痛苦的时候，我也要努力了。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上帝会帮你来背负你的重担呐、是上帝背着你在沙滩走，那个沙滩的脚印不是那经常讲那个故事吗？上帝背着你走，那个脚印虽然只有一个，但是那是上帝的脚印，他背着你走。洗礼是什么？因为灵会住在你的身上，从此你有新的一个开始。你入也门户，出也门户，从岁首到年终，上帝的眼目会看着你的家庭，看着我们的教会，看着你所在的每个工作。所以这很美的事情。那之后受洗，我的大哥来受洗，我的大哥看到没有哈？这是我的大哥来受洗。我们看到米姐来受洗，因为受洗之后，他就真的蛮虔诚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非常美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佩如姐，她的天气里，我们所看到的，还有那个全神兄哦，那个高小兵兵了诶，神机来受洗哦，特别下来受洗，很美，整个场面都很美。只要受洗，你就会发现啊，突然好像觉得就会比较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我们都觉得每次看到受洗，又就觉得教会比较亮。我们所看到受洗里面，我们看到那燕子姐啊，不但来受洗，那家人也陪同她来，连那个刚手术的也赶快跑过来。我们看到整个的受洗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许爸爸，我们的那个黄朝兄啊，来受洗的时候，那个场面，我上次对照片先给你看过，我再给你看一次好不好？别人不能看啊，这是你宝贝妈妈的事情，你不能看。相对的，很美，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句话，请我们来练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咱伫基督内底，就新创造的人啊，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拢变成啥物？新的人。心思意念、行为举止、跟人相处都是新的。那个新的是什么？是谦卑的，是温柔的，是警醒的。那个新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最后，我有一个梦，马丁路德金讲 ，I had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这梦就在《生命记》所讲的，摩西要带他们到那个地，是那个地，他们可以吃得饱。他们那个地是受到祝福的地，他们那个地是上帝所充满的，但是他们特别叮咛他们不要去侍奉别的神，坚守神会跟你同在。我们这个梦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灵命再更新，每个都是新造的人。我们希望年内受洗人更多，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人新造的人，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装备。我们查经，各位如果有时间，你要留下来查经啊。你要看看圣经里面神告诉你的是什么。有人帮助你查经，我们这些长老们在带领查经，我都觉得很感动。他们都有相当的准备，让我们在查经之中的互相去做讨论。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完成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我为什么特别讲你长老，你长老第几年起来的计程车司机吼，拢有传福音。伊的成功比例很高哦。计程车司机吼，若要落车，我是惊迟到2点有无啦？表叫巧啊，表叫巧，谁叫我迟到表巧不要紧的，我才迟到。很多人感动，很美的一个见证。在我们教会里面，读经、侍奉、代祷，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来受洗。最后，我讲的这个故事，在座可能一半的人听过，可能还有一半的人没有听到。这个故事里面，在台南码头发生的。卓东，不是卓东城哈，他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在家里面大家都很爱他，在学校里面他是模范生，老师非常喜欢他，他经常成绩都是第一名。有一天学校开始举办营养午餐，现在我们都有营养午餐，
营养午餐是国家出钱哦，所以不要钱。但是为了秩序的问题，老师一跟他们讲，以前大家都带便当习惯，尤其日本，你看那个便当都很美丽，那个就跟他讲，哎，你们不要带便当哦，现在学校有统一营养午餐哦，你们绝对不是叫家里带便当，听到没有？听到。然后呢，大家开始在吃营养午餐的时候，主任老师觉得，哎，这个卓新健怎么不见了？到底跑去哪里？然后老师就出去厕所看，哎，看到他卓新健跑在厕所旁边蹲着在什么吃便当。我不是叫你不要带便当吗？他就闷声不响走到前面去。哎，哎，老师来了啦！不是叫你不要带便当来吗？你会经常跟家长讲吗？老师，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以后会这样做。好，回去上课，他就回去。第二天，他特别跟老师跟同学们讲，记住嘿，学校营养午餐哦，你们绝对不能叫家长带营养午餐。我大佬，你听到没有？你看他不敢讲，有没有？我大声讲没有啊，有听到。第二天老师就特别注意，他这个说卓新健有没有跑？结果大家看卓新健也去打一个饭放着，以后看老师不注意，哎，老师上个厕所回来看卓新健又不见了，哎，怎么会不见了？然后跑去那个厕所看到他了没？哦，老师非常生气，卓新健，当时怎么跟你说的？不是叫你不能带便当吗？老师对不起，对不起，不能带便当，听到没有？听到，吃完。我跑进去。第三天，昨天真的留下来吃营养午餐。他吃营养午餐，老师觉得哎就很放心。结果发觉到他上课开始打瞌睡呀、同伴是成绩很好的，他都打瞌睡。老师就过去看他打瞌睡，过去看他，他就趴在桌子上看他，怎么臭臭的？我一股臭味，看他衣服，哎，怎么衣服那么脏？等等，起来！你几天没有洗澡了？几天啊？1个礼拜。为什么没有洗澡？衣服有没有换？没有。为什么不换衣服？来，下课到老师办公室来，王子起来，周新静啊，我就跟你讲，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小孩，大姐你是模范生呢，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让老师失望呢？你说不对，我说对不起，我妈妈肝癌，肚子都凸出来，医生说她可能最近就会离开我们，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去陪她，我爸爸也都陪她。我妈妈，我最喜欢吃我妈妈炒的蛋炒饭，所以她在生病都从医院偷溜出来，我爸去上班她就溜出来，她就去炒蛋炒饭，她就给我拿蛋炒饭来。我很喜欢吃，老师对不起，我没有听你的话，可是我实在很喜欢吃妈妈的蛋炒饭，因为不晓得妈妈能不能再给我炒蛋炒饭。你为什么没有跟我早跟我讲这些事情啊？你要早跟我讲，哎呦，对不起，来，他就把他带回家，帮他叫他洗澡，洗完澡又去买一套新的制服给他穿，然后2个就到医院去，看到他的妈妈已经快不省人事了，问他爸爸，谢谢老师，听说前阵子他妈妈有带便当去，让你学校都困扰，老师对不起。他说对不起。没关系，我不知道这个样子。我说老师，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情？没关系啊，你讲啊。老师，他妈妈是念着，他希望能够给他送最后一次的便当。医生说可能这1、2天他就会走了。我说没关系啊。
你明天可以吗？可以，没关系，我跟校长讲，我们都没开校门。第二天早中午，政府班的学生都出来，学校好多老师全部都来，学生也都出来，围着满满的在校园。校园门打开，一辆的救护车嗡嗡嗡嗡嗡嗡的进来，然后担架抬下来，他的妈妈躺在担架上，吊着点滴，他的爸爸拿着一个外面买的蛋炒饭，拿着到左中间来，就拿给他，就谢谢，他说你好好吃哎，妈妈以后没办法给你送。老师说：“你吃吧，你吃吧，妈妈希望看你吃。”他一打开，救护车又把他抬回去，就这样走。那天晚上，国中的妈妈就过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能不能为上帝送最后一次的便当？你能不能为上帝，在上帝希望你找每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找望你来做他的门徒。我明年希望好多人来受洗，你能不能为上帝做最后一个便当？今天1点半，今天1点半，我们教会有严洪家、王永华兄要受洗，大事，重要的事，非常高兴的事情。有空的，请你留下来，来见证这个美丽的一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为主耶稣基督做最后一次便当的机会，所以这是恩典，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我们要走恩典之路，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先把这边的灯关掉，好不好？就睡就好，这先关掉。讲的，不要惧怕，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上帝必与你同在。无得惊，无得怒，不论你到哪里，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给你插到你的。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允许，在你的每一步，当你遭遇困难的时候，你将你的困难交托给上帝来。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心，这一生都是祝福。天天
有丰收的意义，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哋今年的中间看到对年头到年尾，连一只广告看无返。虽然阮有肉体的病痛，阮有工作的困难，阮有真济事要拜托，总是主你一步一步带我行伫这个稳定的路。我在稳定的路上，主你保守照顾着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要主你的恩典慈爱跟我们一起同在。我们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准备先来奉礼。首临时煞，咱请蔡主任来为咱祝祷。上帝永远跟你们同在的爱，以及圣灵的交通，我这所有的稳定，特别上帝跳堂现前的交通，今日三角地地，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新来的这个兄弟姊妹，第一个是思蕾，我站起来，思蕾是在淡水，是
那第2位是陈朝元弟兄，嘿就是秀凤女婿哦，朱秀凤女婿，欢迎从欧洲回来是不是？还有一位呢是这个温丽丽，是瑞丰介绍的，他的是瑞丰的同事。哎，欢迎来我们教会。来，我来报告哈。本日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就是罗马书第8章，应该是11节到12节哈。本日礼拜中由第二长陈国义长老主持2002当甲团契的会长甲队长的就任式。夫妇团契、夫妇甲妇女团契是洪秀琴，沙马团契是洪义兴，学青团契是陈冠伦，圣歌队欧南婷，社青团契吴世军，主日学校长叶新颖，愿主赐予伊智慧、静心、静力，伫福音的事工。本日下午5点半，举行吴永峰兄的成人洗礼。就是本日举行11、12月份的庆生会，请蔡长老为受请来祝祷。本日请第2长老敬上感谢礼券予侍奉的人员，叶基安长老、陈慧华长老，郑慧文、李慧茹、严志宏长老、林文林、陈国义长老，陈宝轩、谢梅雄、林慧玲、顾敏丽、叶新颖、陈时措、严玉芳、严玉文、洪义文、许贝如、欧任君、郑祖林，都有蔡长老。第6点，下主日1月5号召开定期的中职会，会友若提案，请通知中职。第7，明仔载12月30号下午1点到2点半，社区关怀站邀请林小慧呼吸治疗师来伫本会专题分享，这个肺部保健全方位指南，欢迎大家来参加。第8，妇女甲夫妇团契伫2025年1月12号中午12:40邀请本会欧任祥弟兄，即马任职伫台大医院基因医学部博士后研究员。那专题分享身体的健康密码、遗传与疾病，欢迎邀请亲友来参加。会到美利都教会献花事奉的表搭伫后壁的公报栏，有意愿的献花兄弟，请家己填写。第10，为编辑2002当定期好花手册，请小会、中职会、书记甲各部、各团契提供今年的组织活动的内容、决算甲2002当的组织固定活动，以今仔日提供予严玉文姐妹来整理。在因即个后各位的入月的中职是陈慧华长老甲林静慧执事。12，咱后期主日2的老师是欧任君、陈嘉恩、谢思怡。13，本周12月29到1月4号，新安宫，请咱家己看下伫罗马书里面。基地交通即个为身体欠安的兄弟，甲照顾因的亲人来倒，恳求主同在甲扶持，跳过即个艰难的时刻。为着蔡长老林桂香、蔡尚恩、蔡婷婷、叶国兴、叶若蔼、叶思涵、严敏彤、严思恩的心心灵健壮来倒。以上今日报告，咱请叶长老对
是哦，那个泽博来替咱今日小会要读的圣经来做一个讲解。咱即礼拜进入即个罗马书，伊个进度是第八章到第1章啊。先就是讲，罗马教会它本身其实是比较一个健全的教会啊。在保罗他其实要点出一个问题，是那个就是希望就是在罗马的这个外邦基督徒跟那个犹太基督徒，他们可以互相接纳这样。这其实是可能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中要处理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那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其实就是他的论述是非常的完整，就是很多讲到我们基督教有关的救恩，或是任何那个一些比较有关耶稣基督的这些奥秘，都论述非常完整。那我们再看到今天第8章的部分，它是应该是从第6章的6到8，这是一个部分，是整个一起来看。那其实保罗在讲到那个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因信称义的部分，那6到8这边就开始讲，我们要就是你得救还有不是只有称义啊，还有成圣啊，就是你得救以后你要持续不断的继续在靠着圣灵的力量，帮助你那个活出那个新生命。那保罗在这边第8章，所以就开始讲到说，我们那个得救以后的新生命跟那个旧生命有一个拉扯。那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旧生命它有2个，它里面举出2个，就是说你会回到你那个旧生命，就是会回到那个放纵啊、享乐啊，还有你原来的一些罪行。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你会回到那个以前那个守律法，就是很多那个规条你要那所以是靠着圣灵的力量，他就一直说讲到那个怎么样来靠着圣灵的力量来那个胜过。那基督徒其实就说你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是说你那个圣灵的力量，你越靠着圣灵的力量，你会有很多的挫折感。那这个没问题这个因为这是正常现象。那因为保罗是说，我们很多的困难，我们就是靠着圣灵。那然后另外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有盼望，就是因为圣灵给我们力量，那我们这个跟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那将来是跟基督一同得荣耀。那再来到第9章的部分，9到11了，就是可以放在一起讲。它是最主要在讲到以色列，就是说将来其实虽然现在以色列的那个他在当时以色列因为拒绝相信耶稣，所以福音就有机会传给外邦人。那但是外邦人你不要因此就骄傲起来，你要就说不要轻看摩平起列犹太人，不要轻视他们。那犹太人是现在就说他们是很有热心，他们对神其实是非常忠诚，很有热心。那但是他们是因为还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们想要靠着守律法来成就这个上帝的义。那这显然就是他们的方向是有点搞错，就有点走偏。那所以保罗这边他其实非常的真情流露，就讲到他自己的同胞这些犹太人，他们将来就是在那个外邦人的那个得救的
些余数，就是这外邦人得救的数量那个人数都满足的时候，那个福音也要让这个犹太人，把全部的犹太人都得救。那所以，也是他这3章其实他这中间还有讲到有关神的主权，这一切的安排其实都是神的主权，他要让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来发生的。那所以外邦人也不要忘记，就是说他们现在得到这个福音，得到这个信仰，也是因为犹太人的那个关系，就是犹太人的信仰的根源是这些信仰根源是来自犹太人。那所以这些之后他们就是要接纳这些犹太基督徒，然后那个让这个教会可以合一这样。那我自己在这礼拜的新眼光也看到，就是说他那个有一个地方很值得我们提醒，他讲到说，就是我们讲到刚才讲到接纳，就是说那个我们都会不明白上帝的旨意，那所以就是有很多地方我们不明白，那所以还是要有一颗谦卑的心，那来再用这个最大的包容来在主里面那个互相接纳。那以上，谢谢。咱请即个国语长老来头帮咱颁发即个证书甲即个礼券，即个侍奉的人员。这是要先听出来。好，即是我代表中央教会大旗长老，要聘请即个咱今年度的主讲，请念着名的到头前来。咱要聘叶新颖主日学校长，校长那个聘吴世军执事社青团契也会长。洪义新沙马团契也会长。陈冠伦是学生团契也会长。洪秀琴夫妇产妇女团契也会长。欧南亭长老圣歌队队长。欧润君圣歌队指挥支持。许贝如圣歌队指挥支持。真欢喜因为着教会叫我欢迎新的一年有新的出发有一些人又连任了也继续鼓励，我用10个圣经节来做勉励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圣经这样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站稳，不可动摇，要不辞劳苦地为主做工，因为你们知道为主工作绝不会是徒然的。这是咱们的宣誓约，我做一个无要个人做一个咱做阵来问你来答恁愿意领受中央教会各团契机构的职务，你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是。你要领受这个职当依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带遵伊做主，忠心伫你的职务，恁愿意安尼行无？这时我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甲台湾基督教会、中央教会、同会、小会官兵，认领做本教会主理乌沙马团契、服务团契，
学生团契信我对社政团契助理屋顶的机构，愿意为着主尽力为主做工，然后做名，咱三界祈祷。请咱特别上中感谢你，刘丁选你所疼的囝儿，而且为着你来着磨，为着教会事工出因的力。愿上帝伫新的一年，互伊有聪明智慧，来通为主尽力来愿做伊所爱做的积分。愿上帝加添伊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伫因的新的一年，带各团体搁较进步，搁较荣耀主你的名。阮来祈祷，互主耶稣信主名求，阿门。啊，即时来颁发证书。冠伦今日无来啦吼，把电话都传到伊。我来，徐贝如，那个套房啊哈，高任书，张来平，吴正平，杨玉溪，吴志军，谢谢你们。来这里把头吼，大家报告福利吼。好，谢谢哈。啊，暂时了，因为要照一下相了哈。来，这下相委完再照一下相哦。来，小会员请到前面来跟照张相哈。那请跟教会回应哈，要跟他们努力的哈，配合他们哦。摇一下手，给他们鼓励一下哈。啊，所咯吼，咱要真善吼，今年度吼爱真着我，第二就是社区的老师吼，伊讲为着社区来活动吼，第二就是咱教会圣歌队的迄个指挥主琴吼，甲迄个圣拜赞美乐器吼，咱真多谢伊，同尾仔咱嘛要感谢蔡长老吼，每个礼拜不辞辛苦吼，伫咧讲台为着咱来讲。传达上帝迄个真好的一点小小的心意啦，代表教会谢谢他们去年的今年的努力的辛劳。好来，我两个请咱看咱就交互伊第一个叶基安长老咱就小平了过来陈慧华长老，郑慧文老师。李慧文老师、林志荣长老、林明老师、柯宝娟老师、谢明雄长老、林慧玲老师、郑明玉子平保的社区叶心凌、曾之硕他们的咨询严立文、韦立芳、洪立文、许贝如、欧润新、郑祖林。太长老了来家长前的这两天不加他进的。来，请到前面来可以
备好，来1、2、3，来再一张1、2、3，好。好，谢谢。这是咱遮蔡长乐为着11月份到12月份的受洗来祝祷。咱先来唱一个生日快乐歌了，咱请圣元乡长老来替阮祝祷，因为我家己生日。哦，来，先来生日快乐歌来。咱三个来祈祷，请天父听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听内面记着你的祝福。今仔日是安息的圣日，圣的圣日，阮伫教会而且来敬拜服侍你，求主你保守阮伫你的听内面，会当日日学罗你，甲你相结连，回顾一年，对年终、年头到年尾。伫主你的听内面，会带领、保守甲照顾，互阮引带阮过着平安的日子。主恳求你保守照顾4年来，无论拄着有喜乐、有平安、有快乐、学乐，拢会当得到你的祝福。伫一年内底，搁较会进步。伫主你的听，搁较来敬拜服侍你，来甲主你相结连。有边兄，有心。艰难困苦，拄着不如意的事的时，主恳求你继续来甲阮引带，互阮伫你的保守照顾带领下面，得着你的圣灵的带领，互阮日日会当搁较祈祷伫主你。他一只阮来感谢你，有着11月、12月这2个月来里面生日遮兄弟姊妹，主恳求你的圣灵甲因相甲别个，帮助因伫心灵工作，甲因的生活过程，拢会当得到主你温上加温，力上加力，伫因的生活日子有主你的时阵，甲因相甲别个，用学乐的心，用敬拜的心带领，互因的信仰会当日日进步。主恳求你特别带领蔡长老伫教会内面的调和，将主你的恩典、你的话、你的信息传互阮每一个人，互阮过着平安日子。伫主你的听内面，伫明年搁较有主你的恩典伫阮的身上，仰望主你的带领保守，互阮每一个人拢搁较热心来服侍你，互阮的教会搁较稳定。诚做主你祝福的教会，主你恳求你安尼帮助带领照顾，你面前来恳求祈祷，拢是我搁最后所祈祷，名来求，阿门。听歌都放谁听？你无好 ，OK， 好，继续，好，再继续，我来，继续。来，拍照来。
得到的智慧。